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几年就是件大型的装置艺术，一般咱较常讲到的是伫咧公共场所采大型的装置品来装它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“地”装置的“地”，读倒一地第三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这个“地”的意思是设立、创立的意思，咱讲是建地。另外，建地伫咧古早嘛会当讲是买不动产的意思，也就是合，像咱讲合厝、合田。另外，安搭有人讲是安地，也有古早讲食坛来烧香拜拜，讲是地香案。另外，安排处理，咱讲是处地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位置，会当讲是咧什么地点，嘛会当讲是地位或者是职务。第二个词读做布置，意思就是分布甲安排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迄轮讲阿明自从接大楼管委会主委这个位置了后，都甲大楼布置甲光明水个大办，大家出入拢感觉舒适个安全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地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